选举制这确实呢这样就当然是，但确实是呢是不是开什么嘛？第三大的开始马达，就说看起来的说是没这个，按照 Tibetan identity 给的就不给identity 熟悉些的，还有给的他，还有确实这什么情况，就说第一项是什么情况下？看上去选举制这确实呢这样就当然是，但确实是呢是不是开什么嘛？第三大的开始马达，就说看起来的说是没这个，按照 Tibetan identity 给的就不给identity 熟悉些的，还有给的他，还有确实这什么情况，就说第一项是什么情况下？